跌倒了，爬起来；爬不起来，用爬的也要达到目的。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悬命的地方，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我希望高雄可以更好。欢迎我们这一次的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副院长。我已经辞去行政院副院长的工作，并且接受民主进步党的征召，准备投入这一次的高雄市长补选。这段期间，我其实就诚如大家都知道，我非常挂念我的故乡高雄。所以当淹水的时候，我都会特别看说，到底是哪里淹水，我的故乡有没有淹水。登革热来的时候，我在行政院我也会特别关注说，高雄登革热的疫情到底是如何，大大小小的事情，高雄放在我的心上。我在这里还是要很深挚的检讨，在2018年我的努力不够，让很多的好朋友跟市民朋友失望，这个对我来讲，不仅是我人生的挫折，但是诚如我昨天在参加高雄中学的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的毕业主题叫做小明，虽然很努力念书，但是从来没有拿过第1名。每次的挫折，最后小明了解到，其实这个过程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也跟我的高雄中学的学弟跟自己勉励，跌倒了，爬起来；爬不起来，用爬的也要达到目的。高雄对我来讲是一生悬命的地方，高雄对我来讲是永远的故乡。我希望高雄可以更好，不管我之前向各位报告的，不管我人在哪里，在行政院，现在我要回到我的故乡，努力打拼。我相信，在整个选举的过程里面，我也希望说能够再一次的向所有的高雄市民来说明我施政的理念。我也会在我的选举过程里面握紧每一双高雄市民的手，让他们了解，作为一个高雄的子弟陈其迈，在未来的市长的选举过程里面，能够向所有的市民朋友说明我从政的初衷，跟我对于建设大高雄的看法。我准备好了，回乡的话，要跟高雄一起打拼。我再一次的感谢所有的媒体朋友以及网络上所有的高雄市民跟所有的好朋友，再一次的祝福大家，谢谢大家，谢谢，谢谢。